Hello， 大家好，阿水今日陪大家快閃盒馬先生超市揾好嘢。我主要係響香港嘅人氣商場皇庭廣場嘅盒馬拍嘅，而部分擺得比較老舊嘅貨呢，我就去咗坂田萬科廣場嘅盒馬拍嘅。請大家支持阿水，訂閱我嘅頻道，撳小鈴鐺可以收到新片嘅即時通知，同埋點讚分享。OK，let's go。皇庭廣場嘅盒馬先生呢，即係包羅萬有。嚟呢度揾食一定冇錯。我見到一個抹茶專櫃，好特別啦！嗱，呢個呢，有一個呢叫做抹茶奶蓋梳芙里芝士蛋糕，唯一個呢，睇下先啊，一個600 gram， 39.9。哇！梳芙里芝士蛋糕，哇！香港邊度買到啊？30零蚊，40蚊，抵。嗱，呢個咧就叫做咩咧？牛乳爆餡蛋糕啊，裏邊有4件，即係好似香港啲大包咁大啦，每一個都嚇。咁咧呢盒咧就36.9， 4件，有咩味咧？我見到咧有百香果菠蘿同埋抹茶馬蹄，哇咁嘅配搭幾得意喎，440克都 OK 嘅，可以試下新嘢嚇。我見到 cream 好多啊。咁跟住咧，嗱呢個貴州抹茶奶油卷蛋糕，卷蛋嚇，瑞士卷啊。咁佢咁樣嘅就320 gram 啫，只係29.9。咁裏邊有幾多咧？我打側睇下咧，原來切片咗，應該總共有6塊啊。咁啊，大概一條細嘅呢度，哇29.9，貴貴地啦呢個，但係試新嘢都可以嘅。好，到最後啦，呢個叫做抹茶可頌號角，咦8折 ，OK， 咁啊34.9， 195 gram。嗱呢個3個康咧其實好大嘅，裏邊啊填滿晒啲抹茶 cream 啩，咁啊唔知漏唔漏啦，都可以試下新嘢嘅。係咪可以睇下呢個 counter， 好特別。我又發現一個新品櫃，呢個咧有一個好特別咧，我睇到叫做桂花酒釀大福啊！呢個桂花酒釀大福，咁啊成盒咧就有9隻，每隻65 gram， 咁啊總重585 gram， 差唔多600 gram， 都係36.9啫。咁啊好特別啊，我都唔知咩味啊！1級珍珠米，珠湖濕地地標產品，採用孝感米酒工藝。馬斯卡彭奶酪啊，睇完都唔知乜 ，OK， 哇好食就正啦，唔好食就另一嘢啦嚇。好，跟住咧隔離啦，榴蓮嘅朋友啊，中意係就一定正呢個榴蓮大福嚇，仲有蘇丹黃榴蓮果肉進口芝士，全部得一種嘅啫。嗱咁呢個有幾重啦？冚遮住咗。咁啊，我睇呢個啦。呢個咧就45.9啊，貴啲喎。呢個一盒，每一隻大細咧，即係頭先嗰隻桂花醬大福同埋呢個咧，大概每一隻咧都係好似雞包仔咁大啦，9隻。咁另外呢隻就得意啦，新疆奶皮子啊，酸奶 mousse cake 啊，咁係點嘅咧？話有4件嘅，呢個樣就好吸引啦，340 gram， 33.9。啊，中意酸奶味道嘅朋友咧，啊，不妨試一試啊！做 mousse cake 啊，好嗱，呢個 counter 大家可以諗諗。哇！呢度有一櫃咧，如果係朱古力紅一定好開心啊！嗱，首先呢個爆餡蛋糕係36.9，黑森林紅絲絨都有嘅，點爆餡我見到呢個爆咗啦。咁啊，隔離咧有呢個脆皮朱古力開心果樹莓大福，有9個，有雞包仔咁大啦。外邊全部朱古力皮啊，49.9， 585 gram 9粒。跟住呢個咧，生烤熔岩流心蛋糕，35.9， 有4件喎。哇幾好喎呢個嚇，65% dark chocolate。隔離咧呢個咧，黑森林蛋糕33.9， 4件，即係比平時我哋去
去餅店買嗰啲大啲咯。咁呢個 Tiramisu 咧，傳統 Tiramisu 加量不加價340g， 39.9，抵。上面一個咧好得意嘅，叫做咩咧？香草味閃電 puff 啊！咁裏邊有咩咧？有我即係vanilla cream 啦。咁啊，巴塔木乃酥粒一咬落可能 crack 一聲咁樣啊，30蚊。哇！呢個如果中意 brownie 嘅朋友就正啦，生烤堅果布朗尼蛋糕，65% dark chocolate， 咁唔使太苦啦，33.9。哇！好靚喎，都諗得過。最後呢個朱古力蝦豆糕點，53% 純芝黑朱古力，呢個可能會肥啲。幾錢咧？我見到啦，呢個21.9，可以考慮下。好得意嘅香蕉型蛋糕，香蕉夾心，日式香蕉夾心蛋糕，260g， 4粒，26.9。講到明直徑有18mm 以上，250g， 雲南藍莓23.8，你哋話抵唔抵咧？500g 一盒，平均每粒18g， 29.9一盒嘅士多啤梨紅顏草莓啊！問你點頂？澳洲冇日紅提450g 一盒，22.9啫。咦 ？OK 噃？哇！發現朝10.09 700g。咁點解我介紹佢咧？我發覺呢度啲蕉咧，比香港百佳賣嗰啲長成半。咦？幾得意喎！黃金油蟠桃450g， 有半打到啦，每隻60g以上25.9一盒，好得意。咦？有新品春雪蜜桃，河北嘅兩隻19.9，起碼400g。新鮮夏威夷果仁點嘅咧？攞入睇下先。食用方法係開袋即食，夠唔夠膽咧？我又發現一樣嘢，下邊有個合桃啊，又係新鮮嘅喎。咦？有得試食喎，我試一試先。哇！啱試食過，淡不過好鮮。咁我攞咗個合桃睇啊，佢又係開袋即食，又係25.9。真係我覺得係咪要嚟炒餸比較好啲咧？哇！仲有配料懶人包4.9，整個椰子雞都得啊！高嘌零食物飛鹵筍莫屬啦。嗱，呢一紮咧香港咧起碼賣20幾蚊啦，呢度幾多錢？9.9啫。鐵板牛河都即刻炒俾你食啊！行開咗啫佢，即刻炒。咁嘅價錢20零蚊一碟，咁就可以喺外邊開餐啦喂！呢度連羊扒都有啊！哇，未遠就聞到陣味，好香好香。北京烤鴨都有啊，嘢都 OK 喎。哇，切緊，聞到陣香味啦已經，有啲配料。有一盒盒已經切好㗎啦，大家唔想等可以就咁要呢啲。咁咩價錢咧？咁我見到啦，記得嘛？一份份就35.9，雙人咧就49.8多啲嚇，成隻139.8，半隻79.8，其實都 OK 㗎。幾大笪鴨幾錢隻咧？29.9啫，正。仲可以試食添，始終都係中咗少少山姆毒。每次嚟到超市都睇下有冇烤雞，呢啲烤雞一隻只係19.9啫。當然唔係好大隻啦，但係20蚊隻，你喺邊度揾呢？臨翻香港咧，可以喺呢度買翻隻好似用個田螺整嘅豉油雞啊！每隻幾多錢咧？59.9㗎啦，我試過啦，真係非常惹味嘅，一袋好晒啊！唔中意食雞，唔中意食鴨，可以食乳鴿。紅燒鹽焗都有啊，35.9一隻啫。哇！呢一粒實在太靚啦 ，show 俾大家睇睇啊！真係正所謂唔買都睇下。哇！你啲豬手幾靚？哇！啲風沙蝦
椒鹽瀨尿蝦、炸雞髀，哇幾多嘢食！哇10零蚊一串嘅燒串，幾種口味都有。啊呢度個牌幾清楚，仲可以食蒸蠔添。咦唔係喎，焗蠔你好正。鹽烤一份19.9兩隻啊！有實物睇，成堆粉絲睇唔到，真係唔好咁。哇！啲田螺好香啊！19.8 360 gram 一份啊，啱啱整起嘅蝦，係好晒。咁一碟幾多錢咧？咁樣48.9 50蚊4隻蝦，好大隻㗎呢啲個蝦頭。又可以食下蒸蠔，49.8 6隻。哇！睇下啲實物先，哇！好正，好吸引。揀好咗之後咧，就排隊，準備入壓力鍋啦。咁呢個師傅咧就會幫你整好，跟住咧過嚟喺呢度加調味，即場食啊！當然係可以現場即撈即整呢啲海產啦。啊，大家富貴啲咧，係可以食呢隻俄羅斯嚟嘅野生，佢叫中蟹，我知道1.5 kg 至到2 kg 一隻，799蚊一隻。啊，呢個就係個真身啦。好想食咧！嗱，應下節食下種都得喎嚇。嗱，呢度有咩種咧？嗱，大家睇下，唔同價錢。嗱，實物就係咁嘅。哇，好多種，幾錢咧？我見到11.9 5.9，哇，好多種，食隨轉變。OK， 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再提大家訂閱阿水嘅頻道，水游游，游游係悠閒個游，加旅遊個遊，同埋點讚分享。OK，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